我当时从爱包尔咯，啥一粒两粒，甲拢包袂紧咯。皮肤我是买啊，皮肤做起是水入边，我买做啦，把这份上掉啊。好做啊，是讲家己买的，你太袂了，唔是讲你直直爱拼买咯。我的名是廖来珠啦，我今年是75岁咯。我1972年我做麻雀，我兴趣刻牌，刻了哦，到尾有用机做个了啦。我是开始就是拄好新加坡人条顶正开始，伊讲要找10工做嘛，然后我当去那边做咯。我看这个牌，那是讲兴趣咯，啊个会做咯，练训练起来就对啦。那个就无讲遐济工过咯，你是大部分是用做个碗啦，咧落汤的啦，咧是大部做个啦，查某是点菜啊，然后个玻璃啊，那个玻璃我都爱过切做迄个，袂使有辣袂使的嘛，切来切去啦。啊是新鲜做是空讲啊，你袂使切伤浅，一点一线个了，要伤紧一规骨掉袂记落来哦，那说爱拄好个了。养一个训练来讲是一个点尔，一个人一个点尔啦，切个人玻璃人，我一个人做个人工10几个啊。了我是兴趣就刻起尔，10工我无做了嘛，我就调刻，古摆成训练去咯。那古摆一行来就刻死呢咯。1992年，我拄对迄边20年咯，整20年，一对下前家己过来做无啊，做咩物件咯？那这刻刀哟，本来爱家己做的哦，这无通买的哦，伊甲普通的刀无相的哦。对下是逐项无个了嘛，那伊嘛买迄个料，过来活来做咯。做动机的无，手机的无，当然是倒下机器啊。那伊尖无好时，你机器倒落去尔。会整出来，一般是有分几啦，大细，1档大，2档大淡薄，还有这个3档哟，4档第细咯。像啊，行2个，伊尖就较肥咯，刻肉个较花就较油咯。我即摆是咧用红印倒出来类型，像我后面人也安尼型咧，我倒落去刻出来咯。当今是我家己一人做呢。一日内面即副起个了，参点菜，参刻工，早起刻工，刻了，要说洗，下晡放菜甲点菜，一日就起啊。所以这个名讲起真济工就对啊。要说往短的嘛，哪会敢做，唔敢做。像咧豆囝哟，1000副我一路买哦，要算我1000副啊是3粒尔哦，3000粒一个桌顶，一下起个了。我是袂晓刀的啦，我是我老用刀敲，我是无，反正是大包做个边，我用底粗的粗纸150，然后下茶来撸，所以无好做的。你想你成日当今人要做，买做遐物工，免的，这是统食力个了。你也来看，内面爱平，凊彩安怎平是平的哦。人家是你的时候过看。伊有来上面哦，那有诶轻轻的会扣就扣，袂扣就无扣咯。修理牌人是，甲慢慢修理个啊，像买买就对啊，甲人买像我买我卖咯，我修理好多野对个，袂食，食了之后，伊个话来上你袂够排补的哦。你迄阵往对是旧人买啊，到当今就较差了，毋是人讲政府咧来用啊，你像今年。我唔敢饲了，我今摆饲，逐个饲也来讲叫你慢慢，一个慢慢，2个慢慢，3个慢慢，逐个要叫你慢慢，你收一个，嘛是过来拼个嘛是，这是我的老的咯。所以修理牌啊，我逐日唔甲伊讲清楚咯，你牌也是着相啊，我是刻字呢，我甲你修理是修理字呢，你嘛就着相啊。讲清楚，无甲你补的。你有抹油呢，你爱换呢，你也来抹油，我甲你换咯。我讲清楚啊。所以当今我甲你讲，我唔敢食牛排，就啥事咯。
我食20、30，你卖出100、5块，我坎坷卖。我收你安尼管价钱，何况要收人摆来做300。你话讲不要紧，看字水水就好了。你所以话甘愿做本啊，毋是讲无做。因为100几块养阮做，100、5块养阮去做。我是毋捌字，我可是拼伫咧讲，硬硬拼本诶啦。了无惊，拍死无惊就对。毋是你做起来，毋是工大本诶啦。较物物件免去行，甲免去做，当我老时间看伊敢无啦。咱甲出去行，按叫我去行就对按去行啦。你做这物件，手尾啊一个就一直大条啦哟。养明白我讲，当然我做50年，讲够了，讲够了，好摆就好咯。